办法真的修精进，你有办法真的修智慧，你有办法真的修持戒，在六度里头能够安安稳稳的走过来，才能够保存你这颗完整的心。因为修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呀。我们修人生来到这个人间，无论你多富贵啊，你都有钱啊，你都贫穷啊，这个只是一个衍生演变的东西啊。我们也知道万般皆是假，唯有修到真啊。这个都是一个过程而已嘛。但是因为在当时，那个雪人童子就讲啊，诸行无常嘛，是生灭；诸行无常嘛，是生灭幻嘛，生灭美丽，即灭无用嘛。那个雪山童子伊就讲啊，诸行无常啊，诸行就是一切行嘛。你来到这个一切世间的缘起的物件，一切缘起的物件叫做诸行嘛。当你遇到什么代志，叫做诸行嘛。诸就是讲所有一切的行，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缘起的东西叫做诸行，那种叫做无常嘛。那个不是叫做解脱嘛，那个叫做无常嘛，那个是变化嘛。我们那个诸行无常，那是生灭观。什么叫生灭法？有生有灭，有灭有生嘛。咱想讲，咱人有生老病死嘛，树啊、树不如生出异灭嘛。因迄个树生出坏空嘛。总是一个诸行无常，总是本来你去演做水的厝，到一个当中卡来变成一个生出坏空嘛。这样起码你想咱儿性等，咱20年前，在迄台湾心目，在20年前，我在个做水的做大大，我嘛感觉咱这个做无菜，无唔对，因为当面去甲破坏，但是为着要创造个另外较好、较美、较好的环境。较美观的环境，特别借着咱以和性的，它是不你不那错嘅，你没有再造，你没有办法再造。但是这是一个生灭化嘛，这是一个过程嘛，所以我们讲个生灭变异。生灭的物件，生灭的东西是一个平台嘛。现在有111年，进入咱来到这个世界21年。咱要离开，是不是叫做变跟意过程嘛？甚至含迄个意你嘛爱灭掉，你嘛袂去执着迄个意啦，嘛袂使执着迄个过程啦。生灭灭异嘛，但是重点就是什么？重点就是寂灭为乐，寂灭为乐。什么叫寂灭为乐？寂而就是常照灭而就是常定嘛。你有法度入去寂灭迄个意境的内底，换句话说，迄个寂灭内底当中叫做清净无染。迄个寂灭内底当中呢，叫做定慧定持嘛。迄个灭叫做定嘛，寂叫做慧嘛。六祖大师在《六祖坛经》第4品，不是定为品吗？定为品就是讲寂灭嘛。定在慧中，慧在定中嘛。寂在灭中，灭在灭，不是讲灭掉的灭嘛。迄个灭的解释，叫做常定的意思嘛。那安尼当中，你会当以为寂灭为了，你会当以为常定、常静、常清净，你会当以为到迄个意境。但是有呢，咱这条心嘛，无遐简单控制好势。咱咧练就是练这条心。当你拄着境，你行有过，就是你成功，你再突破一个盲点。你行无过，就是有一个失败。咱看嘛，咱学学嘛曾经知影，嘛曾失败几落摆，嘛有定些成功啦，是完全失败。但是咱爱家己验证，就是咱家己验证。当你无在境的当中，你起什么心？你挡有条无？你有没有条无？你行有条无？这就是因为你修行的内底足大境界嘛，唔是用我意识形态，要安袂安怎嘛？这就是咱家己起了迄个妄想执着心嘛。所以修道就是要修这个物件。所以希望讲今日
迄个美香迄个艺术然后控制这个出发心希望讲大家真正在修办道的时候，咱这个出发心保有条保有条，保袂条，咱家己清楚。咱行过30年、40年，咱修道有成功无成功？修道不是在外表，修道离外表咱看拢袂标准。修道是咱内心世界的均衡，咱内心世界有起心动念，咱内心世界安住好势，这才是真正讲。所以呢，因为希望讲真正一贯伫所伫这当中，就是要完成你大业，是这个心。不是伫这自行内底，自行拢是一个过程。里面呢，集美好，那时间已经到7点半那或许也不要再耽误各位的时间了希望说这疫情嘛连没过咱嘛连没再回我们的实体课了咱们见面妹妹遇到我们的线上的体会班，或许也是蛮感动的因为有今年的这当中，虽然没当也爱想开实体班，没当你议和大家见面，也大家在空中也能够见面的保持这种感情，也保持这种联络。好，谢谢各位，谢谢。感谢夫谦慈悲。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做结束。那夫谦，我们就一起来做闭班的动作。大众请起立。心意义和爱祥7月体会班，班员程下午及老母行30公里，前到1公，再5公。3公，感谢前人鞠躬，感谢副前人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鞠躬，感谢讲师鞠躬，婚道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前人鞠躬，感谢副前人鞠躬，感谢各位点传师鞠躬，感谢讲师鞠躬。好，夫谦、快点师跟贤贤，大家再见。感恩，再见哦。